我是罗生彪。上一期节目我们谈到了火供法会 Fire Puja 它的目的、种类和功效。那这一期节目让我详细的给大家讲解火供法会所用的13种材料和每一种材料它所象征的东西。在火供法会开始时，我们起火净化它，然后迎请火神阿奇尼 Agni 给他做供养，再请走阿奇尼，然后我们从火中观想某个本尊或护法。比如说我们的供养对象是多杰雄灯，于是我们就迎请多杰雄灯到火中去，然后这13种贡品会一个接一个的供上去。我们一边持诵多杰雄灯的心咒 Om Benza Viki Bidana Soha， 一边将贡品放入火中，也就是直接将那些材料放入多杰雄灯护法的嘴里。第一个贡品，我们供上象征繁荣丰裕、象征增长寿命和功德的已融化的牛油。因此，如果我们因父母患病而进行火供法会，在法会上我们会给某个佛菩萨或护法供上大量的牛油，就象征父母寿命的增长。大家注意看这张照片里那个长形勺子往火堆里倒的东西，就是牛油。第二个贡品，我们供上芝麻，象征去除不善、恶业、破损的三昧耶、负面念头、恶语及恶行。于是，透过供养芝麻，就能够净化那些阻扰我们灵修的成长和那些妨碍我们证得更高境界思维和更高境界修行的所有不善。第三个贡品是长寿茅草，供养长寿茅草，我们就能延长人的寿命。我们透过避免做出恶行，而是做出与其相反的善行来延长寿命。第四个贡品是米粒，象征增长功德。当我们有越来越多的功德，我们就能够更深入地领悟佛法，同时我们的疑惑也会相对减少，于是我们就能在修行上更加精进，进而给他人带来更多利益。第五个贡品是米与奶酪，象征增加世俗的喜乐、灵修的喜乐，以及最终证得佛陀的大乐 Great Bliss。第六个贡品是吉祥草，它象征着庇佑、防护来自四面八方的负面干扰，让我们在世俗生活中获得平安，以及在灵修道路上不会因负面的干扰而偏离正道。第七个贡品是芥子，象征去除障碍。比如说，我们建造科切拉禅修林来造福众生，在建造的过程中，我们就必须消除或许各种准证、一切建筑工作和进展的障碍。第八个贡品是带壳青稞，象征制造善因来增加财富、资源、食物、水源、衣物、必需品等等，以及增加我们需要用来利益众生的一切东西。它也象征促进我们身体的健康，好让我们能够利用我们的身体来利益众生。第九个贡品是无壳青稞，象征取得快速的成就。供养无壳青稞，不管是哪一个修持、持诵心咒、禅修、诵经、研读经典、冥想、实践佛法等等，这种供养能让我们快速取得这些修行的成就。第10个贡品是扁豆，象征取得力量，也就是修行人的身与意的力量，那种无论我们如何受到批评和诋毁，都毫无畏惧地为众生宣说佛法的力量。除此之外，它也象征拥有强壮的体魄，不轻易患病或遭受负面能量侵扰的力量。它更象征拥有强大的意志，那就是不轻易放弃的精神。还有，当我们对某些事情产生疑惑或失败了的时候，我们有那种不把错误归咎到别人身上的那种力量。第11个贡品是麦，象征从病中痊愈。这里所指的是现在和未来那些我们必须净化和治疗的身体和心灵上的病。第12个贡品是经过净化、
及涂上牛油的树枝，象征在修行上证得高成就，也就是更高深的心智和思维境界，来为其他众生带来利益。最后的第13个贡品是之前所提到的12种贡品的混合体，象征增长智慧，增强对佛法的钻研和参透佛法的能力，以及增强克服我们自身缺点的力量。它也象征增强往成佛这一方向的修行能力。以上就是火供法会的功效。占都古仁波切也因此鼓励我们持续进行火供，因为它能为我们的世俗生活和修行带来非常强大的正面效应。当这13种材料都供上了之后，我们向佛菩萨及护法，尤其是我们迎请进入智慧火堆之中的本尊或护法，做最后的妙玉供 （sensory offering）。当这一切做完之后，我们请各个本尊护法回到净土，再向火神阿奇尼做最后的供养，感谢他允许我们用火做法会。在法会的结尾，我们便做回向，并让火堆继续燃烧，燃烧的时间尽可能长一些。我们无需为了让火继续燃烧而加入任何东西，也不必刻意把火熄灭。如果下雨了也没关系，我们可以让火燃烧到第2天再做清理。火供法会留下的火灰可以当作舍利子放入佛塔内，或者用小瓶子装起来，然后佩戴它，或者撒在地上或植物上，或者用来加持土地。主持火供法会的人必须已经受过该本尊或护法的灌顶，也进行过完整的闭关，并且每日不间断地修习仪轨，以及曾经主持过该本尊或护法的火供法会。如果是这样，当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进行火供法会，效果将非常强大。我们在克西拉禅修林的这片神圣的土地上进行了很多的火供法会，希望来到这里的人都会受到加持，感受到宁静，获得疗愈，以及增长智慧，并且会实修佛法教诲，进而提升内在的修行成就，最后获得圆满证悟。好了，关于火供法会的解说就到这里为止。大家如果想要学习更多佛法，可以上占都古仁波切的中文博客 www.zamronpoche.com/l/cn。谢谢大家。